度嘅華埠春節慶會將會喺2月22號，即係正月初6舉行。主辦單位預計今年將會吸引數20萬人去到現場參加同埋觀賞，慶祝馬年嘅來臨。李文欣嘅報導。踏入踏入52年嘅華埠春節慶會將會喺丙午馬年正月初6，即係2月22號喺華埠舉行。華埠春節慶會由溫哥華中華會館聯同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、華埠商會、中僑互助會等多個僑團合辦，自1974年創辦至今，係本國最具代表性嘅春節慶祝活動之一。主辦單位話，今年活動規模同內容繼續結合傳統同多元文化元素，預料將會吸引至少20至30萬名市民同遊客到場同賀新春。那今年應該是一個，就是天氣會相對暖和一點，可能參與的人就會更多一些。就說，因為我們今年也可以說是非遺的那個第2年的春節，那可能我們也會做一些非遺的一個文化傳承的一個展示。因為我們這場活動不僅是一個切寧切，其實也是讓更多的人來了解我們的中國的文化、中國的傳統。這個就是說是一個向世界、向所有人宣傳我們中國文化的一個窗口。慶會重頭戲之一嘅華埠春節大遊行，預計今年有過百支隊伍，大約5000人參加。包括3級政府代表、各國總領事政要，亦都有唔同族裔、文化藝術隊伍等參加。華埠春節遊行多年冇出現嘅麒麟可能會重新出現，咁而家都有起碼有2個隊伍係報緊名，係會出個麒麟隊嚟參加我哋呢個慶會嘅。據稱咧，今年會有一條係近年嚟人數最多嘅金龍會參加嘅，咁而家正喺度最後確認當中，係啊。華埠新春大遊行嘅隊頭會喺當日嘅上晝11點鐘喺華埠千禧門呢度起步，去到 Carroll 街就會結束。預計成個嘅遊行路線長達1.3公里，需時大約3個鐘頭去完成。至於傳統嘅開年飯千人宴，過往都喺已經停業嘅華埠富大海鮮酒家舉行。籌委會話，目前正係同相關單位緊密聯絡，務求千人宴能夠如期喺酒家原址舉行。Omni News 記者李文欣報道。